有一伙人一世人为家庭咧付出，听后囡仔离开手出社会，若要搁转去工课场是真无简单。基督教挂彩正会特别伫咧花莲的新社乡打造一间梦想50+ 的咖啡厅，专门协助50岁以上的聚会人投入咖啡的产业，互因开创新的人生。咱做伙来看卖。做一世人的家庭主妇，今年72岁，陈阿姨决定加入职场，到咖啡厅学习安怎做一个咖啡老师，互家己无共款的人生。我没有出社会，我是家庭主妇，没有做过任何事情，一切都是从零开始，在这里学习，在这里受训，然后今年第2年了，去年我就来了。毋过要做一个咖啡老师无遐简单，为熟悉各种咖啡，到学习安怎使用各种器材。那陈阿姨现场拢总有4个，平均8岁女士，即马拢伫这间咖啡厅得到工作机会甲认同。其实我们工作的人都是65岁以上，不是50岁。我们来这里做，其实大家对咖啡都不熟悉。我们就是跟着，我们有一系列的计划，一步一步的带他们这样子走到，就是走上这样子的一条路了。这间咖啡厅是基督教挂彩正会专门为适龄长辈筹办的培训场所，成功为50岁以上退休的人开创第3人生的可能。那提供工作机会，也互社区规老热起来。他们其实有很多宝贵的人生经验，那透过这个场域，可以跟社区里面的大大小小可以去做一个传承，不管是经验的传承、生命故事的传承。那对于姐姐们她们本身，她可以学习不同的技能。经过训练，即马大家无论是意识的立体，还是精品手冲的，拢真熟。甲外界各种的咖啡厅无共，正除了咖啡的香气，嘛充满温暖。因为我是慕名而来，然后看到这么多的这个银发族在这个地方工作，喝喝看他们的咖啡，觉得好喝，才知道原因是他们连豆子都自己挑。我觉得在壮世代的2次就业或是3次就业，感觉非常的好。不过挂彩总会也讲，这因为较业界，目前外界也无清楚，这么宽的园区内底竟然有咖啡厅。欢迎介意咖啡的朋友，经过国军病院附近，一旦行入来，加这个研发做加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